2026年3月22號週末新聞快訊。立即訂閱我哋，緊貼加拿大新聞時事。現時有超過350萬名合資格嘅國民定居海外，但係聯邦大選嘅海外投票率一直處於低位數。組織 Great Abroad 主管 Timothy Weil 指出，現行投票程序過於僵化，單靠郵寄投票加上為期37日嘅競選期，令選民難以喺限期前寄返選票。佢批評各政黨忽略海外選票，呼籲當局推行現代化改革，包括允許國民喺試管親身投票，或者開放網上投票，以保障國民嘅投票權利。本國癌症出現年輕化趨勢，有研究發現，20到34歲國民嘅患癌率喺27年間激增超過25%。37歲嘅前職業冰球球員 Andrew McDonald 早前喺冇家族病史下確診患上晚期大腸癌，需要接受化療同埋切除部分器官。腫瘤科專家指出，現時診所內30至40歲嘅病患顯著增加，除咗大腸癌、乳癌同埋胰臟癌等發病率亦都有所上升。科學家正研究超加工飲食、缺乏運動同抗生素暴露等嘅因素，係咪係致癌主因？國民今年慶祝復活節嘅開支將會增加。根據最新消費者物價指數，牛肉價格按年飆升13.9%。由於加拿大西部受旱災影響，導致牛隻供應減少，豬肉同雞肉價格亦都受帶動上升。其中復活節常用嘅火腿預計比舊年貴大約8%至10%。Dalhousie University 教授 Sylvain Charlebois 指出，供應短缺問題短期內難以解決，預料肉類價格要到2027年年中先至會穩定。安省議會結束14週休會，喺星期一復會，隨即進入預算季節。杜格福特政府之前提出修例，以豁免省長同埋內閣廳長嘅通訊記錄受資訊自由法監管，引發反對黨強烈批評政府規避問責。官方反對黨黨魁司馬衛質疑省長企圖隱瞞決策過程。此外，由於政府削減學生資助同埋調整教育撥款，多個團體計劃喺議會外發起示威。省議會建築外嘅雕像已經提前圍封。士嘉堡星期日朝早發生嚴重車禍，一名20幾歲女子被車撞倒，受重傷。事發喺大約上晝11時，警方接報指喺 Morningside Avenue 夾 Coronation Drive 附近發生碰撞，到場發現一名女子受傷，傷者隨即被送往醫院治理。雖然傷勢嚴重，但係並冇生命危險。涉事司機事後留喺現場配合調查。多倫多警方提醒司機，該區交通會出現延誤，並呼籲知情人士聯絡警方。居住喺 Milton 嘅安省省民 Brandon Bowman 購買前往泰國嘅機票時，發現中間名同姓氏之間缺少空格。佢曾經致電加拿大航空，獲職員確認無誤，但係出發前夕，另一名職員卻指機票失效，迫使佢花費超過11000幾蚊重新購買機票，金額比原價貴超過1倍。喺傳媒介入之後，加航承認最初未有清晰提供建議，最終退回大約6200蚊嘅票價差額。卑斯省發生涉及伊朗社群嘅謀殺案，一名反對伊朗政權嘅人士 Masoud Masjoudi 喺上個月失蹤，佢嘅遺體隨後喺 Mission 被發現。兩名被告 Arizo Sultani 同 Mehdi Ahmadzadeh Razavi 已經被控1級謀殺。根據一份最近公開嘅法庭誓章，自然療法醫生 Rosita Fatemi 指證兩名被告曾經向佢索取藥物，企圖以自然方式令死者沉默。死者生前曾經多次起訴被告，指控佢哋係為伊朗獨裁政權效力。警方正係調查相關法律糾紛係咪係行兇動機。
美國同以色列對伊朗開戰已經超過2週，目前仍然睇唔見終點，但所有戰爭終會結束，呢一場亦都唔例外。咁我哋係點樣走到呢一步㗎？衝突又將點樣停止呢？作為1999年北約駐歐洲盟軍最高司令，我曾經領導一場針對塞爾維亞嘅精密空襲行動，以阻止種族清洗。當時亦都面臨住戰事會持續幾耐，以及點樣結束嘅質詢。憑借嗰次經驗，我對目前嘅局勢走向有一啲想法。喺呢一次針對伊朗嘅行動中，美國同以色列嘅空中力量效率極高。喺上年6月基本清除伊朗嘅防空系統之後，美國同以色列嘅戰機而家已經喺伊朗大部分領空橫行無阻。伊朗嘅彈道導彈同無人機襲擊已經大幅減少，美以空襲正掃完摧毀佢嘅儲存地、工廠同工作坊。以色列正透過攻擊警察局同伊斯蘭革命衛隊陣地嚟針對政權本身。最終結果幾乎不言而喻。公眾尚不知情嘅係，美國同以色列嘅特種部隊可能已經深入伊朗境內搜尋高度濃縮鈾。美國總統曾經表示，佢可以隨時停手，但美國而家能唔能夠喺自選嘅時刻停止針對伊朗嘅行動呢？答案當然係肯定嘅，但呢個唔能夠保證衝突結束，因為伊朗仍然有手段對美國及其喺該地區嘅盟友進行非對稱戰爭。針對科威特、阿聯酋或者其他地區國家嘅導彈或者無人機襲擊，將推遲經濟復甦；而喺波斯灣或者霍爾木茲海峽偶爾摧毀船隻，將會使以石油同肥料出口為中心嘅經濟危機持續蔓延。喺清查伊朗嘅高度濃縮鈾並摧毀數千台離心機之前，伊朗仍然將係該地區嘅核風險。單方面停火將令美國成為輸家，無法達成目標，從而削弱美國喺亞洲同歐洲嘅威懾力。呢一場衝突更有可能以以下3種方式之一結束：第一，透過外部談判，由高層調解人制定雙方都能接受嘅方案，配合停火並開放霍爾木茲海峽；第二，無限期持續空襲，直到美國同以色列耗盡高價值目標，而伊朗政權因為民意騷亂同通訊中斷，轉而全力保住政權並失去威脅該地區嘅能力。第三，透過美國控制霍爾木茲海峽同波斯灣北岸，結合大部分領空嘅制空權，重新開放航道，並最終導致政權瓦解。調解將提供最快嘅結局，從停火同開放海峽開始。進入第二階段，無疑會涉及要求伊朗交出核材料同放棄野心，停止研發更大型導彈及支持其抵抗軸心，以換取對加沙同約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權利嘅一定保證，以及地區軍備限制。然而呢個可能會留低殘餘政權。根據我1999年對塞爾維亞空襲嘅經驗，當時耗時78日持續升級嘅空襲，完全切斷塞爾維亞嘅援軍以及地面入侵嘅威脅，先至說服獨裁者米洛舍維奇接受北約條款。雙方中嘅一方或者雙方必須意識到，停止戰爭嘅後果比面臨最終失敗嘅前景負擔更輕。目前，由於美國相信自己正在取勝，而伊朗幸存者係頑固嘅狂熱分子，雙方似乎都唔願停手。如果美國同以色列僅持續空襲，特別係針對警察同保安部隊，伊朗人民有可能會發起起義並接管大部分地區。但目前所有抗議者都被標籤為叛徒並遭射殺，數萬名最勇敢嘅抵抗者已經被殺害。反對派並唔團結，僅靠空襲完全摧毀政權，可能仲需要幾星期嘅時間。除非霍爾木茲海峽恢復航運，且伊朗停止對阿聯酋同埋其他海灣國家嘅襲擊，否則無限期維持空襲嘅時間對美國不利。希望威脅或佔領哈爾克島能夠促使伊朗開放海峽。若果唔成功，則進入第三個選項。美國海陸空聯軍攻佔霍爾木茲海峽同埋波斯灣沿岸。雖然媒體關注海峽之窄，但係波斯灣長超過500英里，寬裕200英里，
攻佔海峽意味住要奪取格什姆島、霍爾木茲島等設防島嶼，以及控制佈滿隱蔽洞穴嘅海岸線。伊朗已經為此防禦準備咗數十年，認為僅靠威脅就能夠令佢防禦瓦解係錯誤㗎，必須準備決定性嘅力量。呢項選項多年來經多次評估，被認為困難且代價沉重，可能需要多達10萬名士兵。隨住太平洋地區第31海軍陸戰隊遠征隊嘅調遣，美國似乎正在為第三種情況作準備，同時希望第二種情況能見效，並可能同步推動第一種情況，即係調解。前提係繳獲核材料並說服伊朗政權投降。歡迎大家喺留言區講下你對今日新聞嘅睇法，仲有記得俾 like 同埋分享俾朋友啊！